民进党伫高雄左南区的立委刘世芳宣布不爱来连任，传出讲可能接棒的人选是无党籍凤山区的议员黄捷。不过黄捷讲无人来甲问过，甲问讲是毋是有可能会代表民进党出来选？伊无甲话讲到死，敢若讲家己无决定权，尊重民进党来定数。另外一个红点名是左南在地议员李碧雅，伊讲伊会评估，等定出着这个规则，才来做决定。民进党的立委刘世芳宣布讲无要连任，那呢左南区什么人来接？小内阁的高敏林甲廖泰祥拢捌被点名，不过拢无这个意思。即马听讲见将是伊。在此之前，我都没有接到任何的征询，然后也没有人是直接跟我接洽的。那如果说真的最后来找你征询的话，你会有这个意愿？我觉得还是要先看党内怎么进行程序吧。敢会代表民进党见左南区立委这个无党籍的黄捷无公平？黄捷是现任的议员，全国知名度真悬，有空前的实力。党内人士认为伊真有赢面，另外一个被点名的是伊。现任的左南区的议员李碧雅是前高雄市长陈局办公室的主任，在地经营时间已经真久啊，有新潮流的系统伫收听，敢有可能？很务实、很认真的，来在地方上来做一些请益跟评估，看中央党部下礼拜中执会的决定是怎样，我们再来评估。讲看中央的这个决定，哪呢在地乡亲有什么看法？国一他对左南这一块比较了解，都可以耶。选民的看法无共款，党内同志冇无共款的意见。应该要针对该选区长期在地经营这些优秀的党内同志来进行广泛性的征询之后，才有非民进党籍其他选区人选的这个问题。目前游戏规则都还没有确定，也没有特定的人选。消息真济，验报拢无确定，是不能代表民进党上阵保住左南这区立委的实处，都要等时间的证明。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